可以朗读嘞。你看这个，那 TTS read 嘞，那 TTS 就是 text to speech，就是文件变转语音呐、文字转语音呢。你看有出现了吗？长按，然后按了那个有图啊，你有看到那个嘴巴啦，然后出那个声音呢，那个标志有那个图样，那个播放键有没有？按下面那个下面有没有播放键？林早安吉祥和仙姑大仙慈训天使紧急时刻的克己复礼。按一下画面。若无法修持自己，任何境界都无法达到。因此，所谓的空者，即是以智慧来领悟，于自信中不起任何境界之执着。若执着一起，即难断事情的根层。但此功夫还得要你自己持之以恒。何故今日匆忙领天旨来到佛堂的目的，为的是要转达天使紧急。部分读音有错误，请见谅。这个不是电话，是这个程式读完了都会有这个声音。